大家好，我係嘉禾老師。哇，就翻我哋考 DSE 卷一啦。咁我哋咧今日想用2分鐘同大家溫習下 DSE 啲文言虛字，用兩種方法分類列表啦，同埋熟習題型，希望幫到大家咧可以考好試進入大學嘅。嗱，第一個方法咧，其實咧我就會咧將所有同樣嘅虛字喺度解同一個解釋嘅列咗出嚟。咁於是一次過咧一目了然溫得就好簡單啦。譬如話率係嘛，率路循野，舉以與人都六個論個噃，凡凡可以得生者係嘛，萬字裏邊有噶，不禮以歸之，就論相如轉啦。句啊，百廢俱興啊，呢、這個句即係俱啦，係嘛，咁啊都係解做全部。哇，你列晒之後只要2分鐘，溫咗之後考試得3個手一定攞足分啦。第二咧，其實有啲字咧係字形雖然相近，咧用法唔同，你列埋之後咧記咗清楚咧，到時考試就完全冇問題啦。譬如話。向為生死而不受係嘛？孟子所講嘅就從前以往往昔啦。向使假使係嘛？六個嘅人各愛其地，假使咁解啦。呢個向並利西向咧，就簡單嚟講同個向相通㗎。求入邊講到啦，係咪合力咧一齊咧面向對抗呢一個嘅秦國啊？好啦，咁當然啦，我覺得咧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揾我，我會做啲習作俾大家嘅喎。咁啊，其實練多啲習作咧，到你考試嗰陣咧，就可以又快又準答到問題啦。嗱，譬如大家睇一睇條題目，嗱，同樣個質字嚇，有 A、B、C、D 4個選項，係嘛？第一句好明顯就係我哋嘅勸學篇啦。壽陵則直今日利則利。二咧除賊之則山下皆石穴隙。咁呢個都係 C 啦，係嘛？於其身則自然呢個咧，大家記得就先説啦。D 就臨時則從賊換上。好啦，我數3啫，1、2、3，你揀咗答案未咧？哦，我哋開估咯噃。好啦，個答案係 C 啊，係轉折關係啊。咁大家睇到咧，其實好容易睇嘅啫，因為咧嗰個嘅一個嘅卻嘅意思係嘛？你對咧簡單嚟講咧，你咧就要揾人咧教你嘅細路自己想做學到咧就冇個質就係言質。你就冇咁做啦，但是咁解，所以咧，大家睇到咧，C 係有轉折，其他咧就承接。嗱，我哋用晒啲方法去練，練多幾次，一定攞 DSE 攞5星星啦。嗱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揾我啦，我哋一齊去練習，一齊攞5星星好冇？嗱，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有興趣咧，揾我啦。咁我另外咧，如果你嘅號咧俾佢1字我，咁咧如果有咩其他嘢咧，可以再同我哋聯絡。希望下次同大家講多一啲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